好，来继续要来讲，新年头旧年尾，有袂少人考虑过年了后要来换头路。加上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上班族有的是互减薪，有的迄无薪假，有的甚至是无头路。这个台中来举办着加盟展，有早餐店的加盟业者压价这个加盟的金额。过去加盟上少嘛要80多万，今年只要10万块，就会当家己创业做头家。 侦测到人脸的时候，就会自动进入那个点餐的画面。只要看人的面，就会使自动点餐上餐。是把人脸跟订单做一个结合。5G 的时代，网络结合 AI， 服务业愈来愈自动化。鼻孔的大小啊，圈起来，好，然后他就跟你讲说这是 N 号的。 智慧 AI 互动机器会使做看不的喙暗，就是这款新型装伫鼻仔的喙暗。这是一个互动式的一个销售界面，好，就可以实现无人销售的一个目的。这上新的发明，拢是业者头脑动了真紧，吸引民众的购有连锁的早餐店甲创业金额压价。0元加盟，还有10万块就可以加盟，就是可以开店合作加盟，是历年来最低的啊，应该不会影响到这个所有早餐业的那个红利啊。真正要开连锁的早餐店，至少要80几万，不过今年只要10万块就会使做头家。初期的金额降低，对我们现在来讲有好的开始啦。我这次比较投入在那个小额资本的创业上面，所以大概抓到50万到70万之间。今年受疫情影响，袂少的人爱放无薪假，真侪人互减薪水甚至失业。年后换头路，家己做头家嘛变做另外一个选择。